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民數記第32章第1節至42節，主題係流本和迦得支派分得河東之地。作者喺民數記第32章記載，流本支派同迦得支派見基列地好適合牧放牲畜，就請求摩西允許佢哋將河東之地作為產業，同埋佢哋可以唔入去迦南地。摩西指責佢哋唔跟隨其他支派一齊入迦南地，擔心會使到以色列民灰心，同埋提到之前探子帶嚟嘅惡劣報告，導致百姓要喺曠野漂流40年嘅教訓。兩個支派承諾首先為其他支派爭戰，直到佢哋喺迦南地得地基業之後，先返去約旦河東安居。最後摩西同意佢哋嘅請求，同埋彼此立約。摩西將基列地分俾流本支派、迦得支派同埋瑪拿西半個支派作為產業。佢哋建造城市同埋羊圈，以及改變原有地嘅名字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民數記第32章記載，兩個支派願意首先為其他支派爭戰，當佢哋得到迦南地之後，先返去約旦河東安居樂業。咁你會唔會喺追求個人嘅意願時，同時亦會顧及群體嘅利益同埋責任呢？